吼，咱若会当看迄个信息，咱尽量发信息吼，因为信息内面有谱，你甲知影即个音的关系吼。来，七教会主，海翁会主，转世天神会主，阮着怎样来敬畏？阮着怎样来阿乐？地动的主，暴风的主，在喷扫角的主，阮着怎样闪灾难？阮着怎样来呼救？吼，来，咱唱第一节，我来唱第五节。唱到第五节的时阵呢，咱就接迄个第六后壁迄个第六个所在吼，所以来咱来试看卖吼，预备起。接到最后面哈，好，这个大概有点好些啦哈，来，咱过来一盖好不好？稍微快一点哈，来，我们唱1、2、5哈。
好吼，咱一早起咱就用上帝的创造来学咯。来，即时咱来看305首，阮的心神迄着唱歌，吼，咱有哪唱两解看。我的心神迄着唱歌，学乐感谢主上帝。我的主是我的上帝，伊有创造天顶地下，学乐全然主上帝。来，咱做伙来念。来到圣殿，咱就用诗歌来学乐咱的上帝。来，这时咱过来看今仔日一首回应诗，476首。这首大家比较较无声吼。伊讲全能至尊的神，做阳光宝座，你用风运雨令，四若最多，求你对悬天顶，显出你慈悲。现时赐阮和平，永远无离。第二节安尼讲，至大慈悲的神，世人气杀你，福禄温柔怜悯，陪你驾事，求你无得发出通惊大受气，现时赐阮和平。这是一首学乐的歌，不过呢，伊嘛互咱一个提醒。吼，因为圣经安尼讲，你的目睭清气，无要看邪恶，无要看凶吉，行鬼诈的，你啥事定定看因啊。歹人吞灭比伊较公义的，恁啥事静静啊。表示咱做一个基督徒，咱嘛是着爱在世上，咱嘛着爱行公义，吼。毋是点点，吼，所以呢，这是只有咱反省的歌。来，咱来看卖吼，
其实咱来准备先今仔日的敬拜。请大家闭眼睛，来敬拜上帝。地甲其中所充满的世界，甲踮伫你中间的，拢属耶和华。伊将地建立伫海的顶面，安置伫大水的顶面，池水会像耶和华的山，池水会徛伫伊成的所在，就是手清气、心清洁、存心无怨虚假，就抓无肯归工贵的人，即互人要得到耶和华祝福，搁要对伊的上帝得到义。做伙认识来学罗咱的主，圣诗第23首，圣诗第23首，七鸟的主，海王的主，请大家做伙一起来唱。
的主上帝，阮感谢你，伫这时阵，搁自一阮众人伫遮做伙来敬拜你。我有人伫现场，检采有人伫线顶，但是阮也是一个大家庭内面，伫基督内面，大家诚做一个集体，拄着欢喜的代志，做伙欢喜；拄着艰苦的代志，做伙艰苦。主啊，愿感谢你，你的安慰，你的疼，甲你的祝福，一直伫阮的中间，一直甲阮同在。阮每一人对无同款的所在来，阮有家己的自私，阮的眼光无够宽，看无够远，阮真容易伫无注意的所在来伤害着别人，也得罪上帝。求你来赦免。阮相信，因为你的疼，阮彼此有真侪无共款，但是有缘会当互相订对肢体，彼此相疼合一，来追求共同的目标。主啊，阮烦恼，阮的建堂经费也有真大的欠缺，但是阮相信你要赐福阮的教会，你一直在坚固阮的手所做的工，你赏赐阮有好的场地，伫这个所在要继续来做你的见证。见证你伫阮的中间，见证你伫这个充满变化的世界，有你对阮无改变的疼。阮要来学习你，因为阮一直看到你伫世世代代诚做阮的帮衬。你所赐的阮的福分是遮尔啊大，拢超过阮所求所想的。阮要为着一切来感谢你，来学习你。主啊，阮也看见这个世界。真侪所在需要你所带来平安，阮看到这个所在，这个世界的侪所在需要你所带来公义。阮彼此来讲平安的时，毋是因为有人受到压迫，毋是有人毋敢讲出家己意见，安尼虚假的平安。你所赐的平安是人甲人虽然彼此冤家，犹愿意听别人的问题。愿意来互相包容，即款的平安，这个平安是会当互每一个人活出家己上好的一面的平安。因为你看到每一个人，你看到每一个生命，我们也感谢你，感谢你带领阮每一个人来到你的面前。阮中间有人，也是有亲人拄着病痛，需要得到医治。我也烦恼阮的长辈。阮的世界的身躯的健康，我也烦恼阮的事实未来发展。总是我也相信，无论阮是怎样的处境，阮的生活拄着怎样压力，拄着搁较歹担当的代志，你拢甲阮伫地，你的疼一直甲阮伫地，袂来离开阮。主啊，阮相信你的祝福、你的恩典伫阮的中间，伫这个世界发生。侪代志，阮行行经济是毋是愈来愈歹？国家即种的战争，毋知啥物时阵会结束。阮有侪不安，侪惊吓。求你是互阮伫这个时，毋通袂记伫你的面前做伙来祈祷，互阮伫你的面前，同心合意来祈祷。你赐落你真正的平安，会伫阮的中间。这个平安超过阮所求所想的，会伫阮的家庭的中间，会伫阮教会中间，会伫阮的台湾，会伫这个充满阮的世界，互阮会当充满着愿望，做伙来面对逐项的压力甲挑战。这时，我也要做伙用主，你教是阮的祈祷文，坐下来祈祷讲：阮伫天的父，愿你的名圣。你的国领导，你的旨意成，对地日像地天。阮的日子平安互阮，赦免阮的过错，亲像阮也赦免过阮的人。无你带阮入死，就叫阮脱离黑暗。如果阮灵兴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请坐。三个来启应，启应文第47篇
启文第44篇，以赛亚书49章。正海岛啊，就听我的话。我伫海呢，上主就选调我。伊予我的喙，亲像内刀，搁予我诚做活针的钱。伊有对我讲：“你是我的奴仆以色列。”我就讲：“我拍拼是空空。”要求我靠上主替我伸冤。我伫海里，上主就像我做伊的奴仆，要予雅各归于伊。因为上主看我做尊贵。伊有讲：“你做我的奴仆。”通兴起雅各的支族，毋若安尼，我要予你做较大的事，我嘛要设立你做立邦的光。三个日圣诗305首。圣诗305首，我的心神，你着唱歌，请大家做伙起来唱。请坐，三个人祈祷。主啊，阮感谢你，感谢你来竞选阮，阮有福运来听你的话语，阮有福运来到你的面前来亲近你，阮也确信你的圣神一直在引带阮，你的圣神一直伫阮的中间，你的圣神带来平安，带来盼望，你的圣神一届搁一届来更新阮的生命，一届搁一届来提醒阮，提醒着阮，阮是有限、有罪的人，阮一记记你会听伫阮的中间，提醒阮爱追求你的话语。爱同心来向你祈祷，主啊，阮感谢你。当阮拄着病痛的时，当阮失去至亲艰苦的时，你的圣神甲阮同在，带予阮到夜安慰，予阮的身体着医治，
来勇行，互阮的心神得到安慰。主啊，我也感谢你，当阮看见这世界有真侪互阮艰苦的代志来发生，阮看见不公义的代志一直来发生，但是阮也确信你的圣神一直伫阮的中间，互阮有够硬的信心来面对未来的挑战，互阮相信阮犹原会当坚持到最后。主啊，我感谢你，无论是阮所读圣经的话语，我所唱所听的诗歌，也是无数的讲道，我会当对你的话语一直有新的认捌。我会当重新看见家己的处境，重新来看家己的未来，重新来反省阮家己。也求你一直提醒阮，无论是阮的家庭，也是阮的教会，拢爱建立伫上帝你的话语的顶面。我也恳求你，互阮会当不断透过你的话语来认捌阮家己，来认捌你，认捌阮甲你的关系，互阮伫基督中来检察阮家己，看见家己的不足。你也赐落圣神伫阮的中间，互阮大家重新看见家己的不足，看见家己的眼光是有限的。我会当明白，阮拢是无完全，有罪人。阮愿意伫你的面前重新甲你来利用，搁一摆献上阮家己、甲主、甲人建立好的关系。我的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三甲来共读圣经，圣经出埃及记第15章第17节到26节。圣经出埃及记第15章第17节到第26节。17节，你要带因入去伊山崖的山，甲因栽培。上主，遐是你为家己准备要徛起的所在。主啊，就是你的手所建立的圣所。上主要做王，直到永远。埃及王的战马、战马、战车，甲马兵滑落海的时，上主互海水恢复完整，甲因淹没。毋过以色列人伫海水中行大地。亚伦的大姊女先知米利安，手提玲珑鼓，正妇女也提玲珑鼓，缀伊哪拍鼓哪跳舞。米利安回应唱讲：恁着唱歌称赞上主，因为伊大胜利，伊将战马甲马兵车落海。摩西带以色列人对红海前行，到苏尼的旷野，因伫旷野行3日，找无水。到马拉的时，马拉的水会苦，袂忍去。因甲迄个所在叫做马拉。人民埋怨摩西讲：阮要啉啥？摩西就求叫上主，上主指示伊一丛树仔，伊将迄丛树仔压伫水里，水就变干甘。上主伫遐为着因定规律甲命令，伫遐甲因考验。上主讲：恁若注意听我上主，恁的上帝的话，做我看做正直的事，真正听从我的诫命，遵守我所有的规律，我就袂互埃及人得到的病伫恁的身上发生，因为我是医治恁的上主。愿上帝的话照在咱下前的顶，路上的光。下面请妇女团契来带领咱礼拜，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敬田吴牧师、营养牧师，啊，甲郑阳恩老师、郑牧师，大家平安。真感谢上帝，互我有机会来到咱济南教会。过去有机会参加济南教会聚会时阵，通常拢是真侪较特别的聚会，所以今仔日代表圣经含义来到咱中间，甲大家甲请安，分享圣经含义所做的工。也感谢上帝，互我看到春生牧师，我甲伊伫新含义的时阵，阮是差不多时间做伙咧读册，啊，伊真认真伫上帝所托付伊的工。我拄则嘛看到阴阳牧师，伊咧读新含义的时阵，我拄伫台湾新含义伫遐咧侍奉，所以嘛已经熟悉阴阳牧师10几年。我阁较欢喜看到郑阳恩老师甲师母，阮牧师娘无爸爸妈妈，足早就过身去啊。啊，所以当我甲阮牧师娘结婚的时阵，阮牧师娘出阁就是对郑阳恩老师引导。迄天的透早，师母露露师母帮阮牧师娘用好好势，敢若亲像嫁查某囝甲嫁出去。所以对阮来讲，这是一个稳定的记号，嘛是一个疼的家庭。上帝保守咱教会做真侪要紧的工，嘛包括接待圣经含义。所以今仔日我代表圣经含义来分享。先分享上帝的话语，较顶仔伫讲道线会有一个3分外钟的短影片来介绍圣经含义所做的事工。可能请陈刚帮我控制。几年前，差不多疫情的进前，应该是2019年的款，咱济南教会有来到圣经含义，牧师有带中级同工到伫圣经含义，阮有真侪迄个装置艺术。这张相片是黄牧师带中级同工伫，阮有一个马槽，迄个马槽是代表讲365工，逐工拢是咱来准备咱家己，正做耶稣的马槽。所以牧师有带同工做伙伫遐吃午餐，伫遐分享，伫遐庙，伫遐静默，伫遐做伙来学习。所以我用一张相片代表讲，咱济南教会同工过去嘛有机会来到圣经含义，来互阮有款待，啊嘛大家做伙灵修，做伙来学习。好，请看下一张。咱的教会对伫真侪人来讲，拢是一个稳定的记号。大约30年前，我还阁是台湾新学院的学生的时阵，迄是1990年代，迄是一个行街头在抗议无公义、法律无公平的时代。人民常常伫台北的街头，特别伫咱教会附近，遮个政府的单位，伫遐底甲特勤的人员，伫遐底对抗，伫遐底冲突的时阵。伫迄个时代，行街头是一个常常看会见的代志。我袂记这是对一摆的冲突。当镇部警察开始伫即个街路，伫忠孝东路、西路伫遐咧拍人的时阵，我甲几个新学生，佮甲几个大学生，迄阵我有伫士林长青关心一寡大学生，所以遐个大学生甲阮做伙行街头，新学生甲大学生，大家做伙伫遐底对抗无公义的社会时阵，警察开始拍，阮就会开始走。伫咧走的过程中间，阮有几个人就走入来教会，走入来礼拜堂。伫遮拄啊好，我记得是边仔照一个门，无关，阮逐讲撞入来，啊，咪带教会礼拜堂内底。当甲较安静了，阮出去，拄着有迄种落单的学生，我会记得有一个文化的学生，讲甲目镜无去，头壳流血，耳孔嘛流血。伫迄暗，阮逐个坐伫教会门骹口，阮伫遐咧看遐冲突了后，即条中山南路诶，足侪有诶无诶，落甲规涂骹。阮坐伫教会建筑物，伫遮第一遍感受到济南教会哪亲像老母一样，哪亲像一个长辈一样，接待遮诶全国来的基督徒以及民众，伫咧走诶时阵。这是一个小的所在，伫咧
看会见的济南教会建筑物，伫即内面有一个看袂到的平安甲稳定，特别是伫迄个时阵，得走得惊的时阵，惊互警察掠去，惊互警察拍的时阵。我记记即8年前太阳花学运的时阵，咱的教会嘛帮助真侪大学生伫遮休困，包括暗时的点蜡烛的礼拜。伫迄个过程中间，有真侪新学院的老师、学生，无论是台神或者是南神、玉神的学生，拢有组织做伙伫遮祈祷。咱的教会嘛在关心学生运动的发展，伫遮搁一遍体会到济南教会有看会见的礼拜堂，但是搁较有迄个看袂见属天的平安。咱的教会伫过去到现在，咱接待咱嘛印传，咱互真侪人伫遮体会到。啥物会是会当看会见，啥物会是看袂见。圣经内底一节叫做《箴言》22章，在讲第9节，伫遮讲啥会是看会见？看会见是指好的目睭。伫翕仔内传统内面讲，你的目睭若是看会到、看会见，目睭金金，看会见是代表讲你的目睭是好。伊延伸出来的意思就是讲，这是慷慨的目睭，慷慨的目睭会看到别人的需要。所以箴言22章第9节讲，好心的人要得到福气，因为伊要将伊的美牛分予送养人。中文的圣经翻译讲，眼目慈善的就必蒙福，因他将食物分给穷人。目睭好，也是讲心好，特别咱台湾话翻做好心的人，意思讲。你的心虽然看袂到，但是你表现出来是看会到，看袂到的好心，但是伫行动分予需要的人，这叫做慷慨。台语讲好心的，好心的阿伯、好心的阿姆，你来甲我斗相共，甲遐个送养的人斗相共，这是慷慨好的目睭。所以智慧的君王所罗门。用这来教导以色列人，互因爱有好的目睭、好的眼光，意思就是讲爱有一个慷慨心，也是用咱台湾的文化叫做好心的人。所以咱是毋是一个好心的人？是，济南教会好心接待遮的受伤的。我对于春生牧师一直有一个感觉足歹势。几年前，咱会记得伫去年前年，香港的学生走来台湾。迄阵圣经学院嘛接待一批总会安排的香港学生来到住伫圣经学院，阮甲接待，但是遐学生青年拄啊20岁，因迄种的心郁卒，看电视，然后郁卒的时阵，因开始无法度发射。后来发生啥物代志？因甲圣经学院的椅大的眠床、房间拢用甲伤害。所以，当圣经学院的员工去接待了后来，这学生回去香港，阮伫遐收拾残局，收拾残局了后，心中就一个结论，就是讲，香港学生过来无爱接待呀。过无几工拄啊好，春生牧师敲电话甲我讲，会当接待香港学生无？我讲，阮所拄着这情景，食粉讲甲迄个眠床甲你烧，甲你杜空烧去，所以遐破坏了后，煞互员工印象歹。迄阵阮就甲接待门甲关起来。阮变做歹心的人，毋是阮无好，是阮还未准备好。所以当春生牧师敲电话咧甲我邀请，讲会当接待无？阮拄仔甲讲，阮会接待了后的情景。所以员工看到椅仔降下去，眠床杜空，床单用食粉了，甲伫遐烧，伫遐杜空。无看到香港学生的心郁卒，拄仔看到就是物件受破坏，也袂当甲讨甲赔。叫伊赔，通看起的是啥物货？无通看起的是啥物货？智慧的君王阁继续提醒，啥货是无通看起？是嘞，袂当看起的，就是指歹的目睭；无看起的是代表歹的目睭。青眉的人就是目睭害去，所以害去的目睭代表无看到别人的需要。所罗门在提醒讲。你来目睭若是害去，你就变做是一个当生的人，因为你无看起着别人的需要。
所以伊继续伫箴言23章讲，毋通食当生的人的饭。咱用古早话叫做坚韧，坚韧就是讲，你的心吼足定啦，无看到人的需要，坚韧的人的饭，也毋通食伊的滋味，毋通食伊的滋味，不要贪他的美味。意思讲，当生的人吼，你若食伊一喙吼，伊一定要搁对你的身躯摕搁较侪顿来。所以智慧的君王提醒讲，看袂见迄个当生的心，咱来注意，咱伫即个过程中间，啥物货是通看去、可见的，是啥货是无通看去、毋通看去的，袂当看去的，这是爱注意的。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对于1990年的经验，到伫2014年太阳花学运，咱的教会是一个通看去的建筑物，会当互人得到平安，互心不足的大学生，或者是全国的民众，当因伫落难的时阵，来到咱教会，咱的教会拍开门接待因，甚至咱的便所，互真侪人定在使用。通看去的教会的建筑物，总是伫即内面有一种无通看去的平安，总是心所会当感受会到的。你瓦靠是啥物？迄就是你的上帝。敬听兄弟姊妹，你所瓦靠是啥物？迄就是你的上帝。咱所瓦靠的是创造的主上帝，咱所瓦靠的是造物主上帝，毋是受造物。咱真侪人拢瓦靠受造物，即个受造物对我有帮助，我就愈瓦靠伊。总是今日的经句讲，瓦靠耶和华比瓦靠人较好。诗篇118篇讲，瓦靠耶和华比瓦靠人较好。圣经是上帝的话，诗篇118篇讲，瓦靠耶和华比瓦靠人较好。这是拄好对创世纪到启示录上中迄一节。你所瓦靠的是啥物？迄就是你的上帝。今日我讲的内容，拢会当真做过去。总是诗篇118篇第8节讲，你所瓦靠是啥物？就是瓦靠耶和华比瓦靠人较好。这节是圣经的上中心，因为受造的物拢是短暂的，受造的物拢会暂时个真做过去。所以，兄弟姊妹，伫咱的事奉内底，你所瓦靠的是啥物？求上帝帮助咱瓦靠伊家己本身，毋是瓦靠上帝创造这一切，是瓦靠造物的主，这才是真孤单的。所以改教家，伊伫改教的时阵，有人伫问伊讲：你对抗罗马政权，你要安怎来话？伊伫伊的写作内面，其中有一封讲着讲，是用一船仔来形容。船仔伫海中央，船是平安的，只要船仔海水无伫船内底。人伫世界，人是平安的，只要世界无伫人的心内底。提醒咱兄弟姊妹，你若是瓦靠受造物，你就无平安。船仔若海水入去，船就沉；世界若伫人的心内底，咱的心就沉落去。所以咱看到讲，逐个时阵拢共款，对今仔日到伫30年前，到伫改教的时阵，到伫出埃及的时代，拢经验着共款。人要看的是啥物？毋免看的是啥物货？通看去的是啥货？毋通看去的是啥物货？出埃及是以色列人因的经验着信仰的实践，佮甲操练。迄个信仰的实践是知影讲上帝话是真理，爱听。总是要听的时阵，要行的时阵，会胆，会无胆。特别是这个时代过去才2年半、2年偌久的时间，疫情影响咱基督徒，嘛影响咱家己本身甲上帝的关系。疫情互咱行来教会，行甲人的做伙，伫这过程内面，嘛是咱信仰的实践。甲咱的操练咱家己本身知影上帝的恩典，所以以色列人因知影上帝通过这个操练因家己，因为埃及甲红海是看会见的，未来会当生存无？未来会死伫对无？这是毋知的。
所以到底什么会通看去，什么会无通看去，这是以色列人继续在学习。对于经文的发展，咱一步一步来看，伊安怎上帝通过伊家己的会议，在锻炼以色列百姓。但是咱所看到的是，以色列人因迄种甘甜甲苦涩的经验，塑造因信仰的经历，对因担着上帝恩典，伫因行路的时阵，担着迄个苦的情景，这拢是以色列人因在体会。要离开埃及做奴才的所在，要去迦南地，上帝赏赐流奶甲伊的地，迄是一个 dreamland， 迄是一个梦幻之地。总是伫现实内底行带迄个旷野，行到红海边，迄是一个安怎？看起来是真实的代志。离开奴才的地，要进入上帝恩典的地，总是红海过袂过。看会见的红海，看袂见的迦南地，这拢是相对的存在，是一个上帝的应允，但是却是一个信仰的挑战。所以有甘甜无？离开埃及足好，足甘的足好的，但是拄着红海时阵，就困难啊。所以咱看到圣经内面在写以色列人，因伫顺境的时阵会感谢上帝，哇！要离开埃及啊，感谢主。当时来到红海边，拄着困难啊、逆境啊，因个伫遐哀怨，因个伫遐在埋怨上帝。以色列人因知影上帝甲因三甲同在。就算是有伫埃及的时阵，10个灾难临到埃及的人的身躯顶，总是来到红海边的时阵，因伫遐体会着讲，以色列人永远伫上帝咧掌管，只是这个掌管、这个业力、这种的矛盾，念伊甜，念伊苦，念伊一来好，念伊一来歹，伫这个欢喜忧愁的内底，这种的对抗，这种看会见的恩典。看袂见的惊吓，也是看袂见的恩典，看会见的惊吓，拢继续伫咧中间，咱讲的叫做矛盾情节伫即内面。所以以色列人伫即种信仰的生活的过程内面，因真实的经验着上帝所创造，互人有迄个美丽的未来的即种的梦想，总是伫以色列人。对摩西伫遐伫满腹热情讲，咱向前行，头前有自由，头前有上帝创造的，总是现实有真侪挫折，伫现实内面，佫是足无情，甚至足残酷的。这残酷是啥？红海过袂过，后壁佫有埃及的队兵，伫红海甲埃及的队兵伫遐伫夹的中间，过红海过去就是都市。淹死，若无就是互埃及的军队掠转去，拍死、杀死，拢有可能。所以面对着即种的冲突的时阵，以色列人因家己毋知要安怎，负面的思考就出来啊，拢是摩西害的，早知就莫出来。原来住埃及做奴才，总是比死住红海边佫较好。总是当摩西通过上帝引带。迄支管仔举起来的时阵，行出一条新的道路。当即个正面的思考是对上帝话语做开始，伫这个过程是一种锻炼以色列人行往头前，锻炼以色列人继续向前咧行，行伫迄个红海的土沙内底，行伫上帝创造的应允内面，行伫上帝的保守。所以伫这个过程中间，红海的沙是负面的，红海沙是互以色列人伫遐体会着讲，原来上帝的保守是伫人伫咧向前咧行的时阵，伫遐体会着上帝甲伊三甲同在。红海沙是歹行的，总是上帝互红海沙风在吹了后，沙变做甜的。以色列人已经习惯行伫旷野打索的土地，行到红海的海边的时阵是困难行，总是当因继续向前行的时阵，上帝恩典超过因所想的到的。所以伫这个内面，因体会是啥货？上帝的话，一个应允的话，是以色列人爱建立的。你的脚踏伫对，
是毋是踏伫上帝应允？所以当因踏伫迄个红海的风吹过了后，定的沙地，因做伙在向前行的时阵，是为摩西有听上帝的话，伊应允伊的百姓要行过，要行往流年甲伊的地，所以红海的海底的沙嘛变定的。以色列人就愿意徛伫上帝应允的话语。若毋是上帝讲有，人袂当讲无；若是上帝讲有，人无法度甲改变。所以当因开始得行的时阵，一边过红海，一边对往下走，搁往上走。信仰的经验就是先行落去，伫咧行迄个二担当的路的时阵，搁继续向前行的时阵，搁亲像咱妇女团契拄则吟的诗歌，伫指挥在带领的时阵，唱出诗篇23篇迄句话：行过死荫的山谷，严惊灾害，因为上帝保守，伊互咱的困难总是改变，伊互咱的杯满出来。迄个满出来，互以色列经验着讲，原来伫咧行落去，搁爬行，搁歹行的时阵，总是海水搁伫遐淹捌。红海这边是怨叹，红海迄一边是俄勒。当以色列人在行的过程，一步一步，因体会到上帝恩典超过因所经验的。伫红海迄一边，因伫遐体会到性命受苦大。因的人生嘛，因为骹步在踏的时阵，跨越生命的困难，遐个困难，伫一步一步在向前行时，因搁较体会到，我靠耶和华比我靠人较好。以色列人当因行过红海迄一边的时阵，因知影讲，若毋是上帝的应允，因实在无法度行过红海。红海甲流年甲伊的地，拢是上帝要成就的。这是上帝应允的地，所以红海这一边是伫埃及做旷野，嘛伫埃及在做奴才时阵，伫红海迄一边，伫旷野的人生，犹原是上帝引带。所以伫这个过程中间，因的骹一直在打，伫咧向前咧行的时阵，因看会记的骹步，头前迄个人的骹步，我对伊行。头前迄个人的头前是摩西在行，摩西的骹步是看会记的，总是当因继续在行的时阵，因的骹步超越袂当看见的界线，一步一步在向前行，体会哪来哪深，因为伫因内底无过是遐忧伤、后悔，还是惊吓，是知影是上帝甲因三角同在。上帝创造就伫人在不断在向前的时阵，体会到伊的创造是好。这种的向前在行的经验，嘛是上帝创世纪的时阵的描述。上帝创造第一天有光甲暗，第二天的创造假月，第三天、第四天、第五天、第六天，一直到最后一天完全的创造。所以上帝讲，伊的创造第一天是好，伊看最好。第二天嘛是好，第三天嘛是好，第四天、第五天拢是好，到第六天是非常的好。这种完美的创造是上帝家己应允的水。所以对英语讲，当创造的时阵，第一天是it's good，第二天嘛是 good， 第三天嘛是 good， 第四天、第五天拢是 good， 到第六天的时阵是非常的好。这是上帝应允，伊的应允就是对好到非常的好。所以伫咱台湾的文化内底，咱常常拢会讲，这无够好，这无够好。伫华人的思考，永远拢在看缺点。但是咱爱对圣经上帝的话来看，伊的创造是对好到愈来愈好。咱是伫这个过程内底，所以毋是在嫌咱无够好，是在看到讲过去袂歹。今日有进步，明仔载愈来愈进步，将来会搁较好。这是信仰的锻炼，嘛是帮助咱建立伫上帝应允，你的骹步才会行了愈来愈好。若无永远就是无好、无好、无好。你感觉打圈圈较好，拍一个圆箍仔较好，还是拍一个叉叉较好？你会当伫你的手画一个叉叉，讲啊无好无好，
你若看你家己画一个家己的叉叉，你会感觉这毋是上帝爱的。以色列人对学习无好，到学习变做好，这是生命的经验。第三个，咱阁继续看，以色列人当因在向前在行的时阵，因爱将因的奴才的面具摕掉，这亲像咱伫30年前，咱在对抗遐不义的代志的时阵，咱甲迄个奴才的个性摕掉，咱继续摕掉遐个过去的假的面具。以色列人戴的是一个奴隶的面具，伊爱摕掉，伊需要的是学习，将这个奴才的面貌换起来，摕掉伊旧的思想，互伊的生命才有新的方向。若无，伊还阁会继续活伫迄个奴才的心情内底。做奴才，互人嫌，互人骂，伊的人生是啥物货？咱会当看到这负面的思想。负面的思想，你的负面的心境，大约是安尼。做奴才就是会安怎？烦恼东，烦恼西，做毋对就开始后悔，烦恼过头安怎？就一直吐气，甚至就开始变做恶梦。表现较好的，就开始骄傲，甚至表现佫较好的，就开始自高自大，甚至空思妄想。若表现歹的时阵，佫较惨，变做自卑，后壁就变做是贫惰。变做足自私自利的，甚至甲上尾就是无情。拄则咱在讲的讲，好的目睭就是慷慨，无情的人、当生的人、自私的人，拢是这负面的结果。所以咱看到这拢是叉，逐项拢是歹，逐项拢是无好。你的生活内底若充满真侪这无好，真无彩。咱还阁是伫活伫埃及的时代。以色列百姓通过学习了后，因过红海，因的骹步向前行，红海甲海水淹没遐个埃及的队兵。保守因的是将遐个10万伫红海内底，留落来是有5万向前行。这5万是啥？积极，因的骹步向前，因有热心，有热情，勇敢，有坚定的心，因有美好的未来。有信心，有自信，阁有理想，甚至后壁产生出来，就是讲，伫上帝的话，伫上帝面头前，谦卑、温驯，然后咧敬虔，爱有荣誉感。所以宗教解决了后，咱对上帝的话，咱会当体会着讲，感谢上帝，这是一个上水的见证。毋是感谢人，嘛毋是学乐，是伫遮体会着上帝的恩典。所以以色列人伫通过红海了后，因向前，上帝话感动摩西，佮提醒你爱留意来听上帝的话，你爱留心来听主的诫命，或者苦的水玛纳这个所在是苦的水的意思，总是当因三甲努力的时阵，有人听着上帝的话。有人参与行动来改变，迄个质改变化了后，互水对苦的变做甜的，变做甜的。苦水的经验，互以色列百姓学习，留意在听，专心在听上帝的话。意思就是讲，因徛伫上帝的话语，倚靠耶和华比倚靠人较好。当你倚靠耶和华的时阵，遐10万会减少。你若倚靠人的时阵，10万会加添。所以10万要减少，是你的眼光伫上帝；希望要增加，嘛是伫你的目睭要看见上帝。第四方面，当以色列人搁继续行，真歹势，可能资料我无写好势吼，到第27节。27节讲到以色列人因经过这苦闷了后，搁继续向前行。伫因伫行的时阵，行到以琳。伫以琳的水泉，因看到12股的水泉，70丛的藻树。以色列人对数字真注重，因马上知影讲12的意思是啥物。12是12支派。你若想着12，你可能嘛甲我共款，拢会想着12支派。若70呢？你会想着70是啥物意思？以色列人伫因的经验，到以琳的时阵，因看到70丛的藻树。70这个数字就较困难啦。
7节，除了你圣经读甲足透，伊马上想到7节对因的宗族，对以色列人来讲，7节是一个足大的祝福。你会想到7节是啥物？7节就是约瑟，互伊的兄哥卖到埃及做奴才，后来上帝引带伊到变做宰相。当伊做宰相了后，伊的兄哥来买粮食。后来伊甲伊的兄哥相认了，甲讲：爸爸搁有伫咧，安尼就甲爸爸、遮的兄哥、兄嫂、恁的孙、恁的囡仔，全部拢总带来埃及。对饥荒的地，移民来到埃及，遐的人数拢总70个人。这70个人，上帝保守，互因拄着饥荒、拄着灾难的时阵，上帝犹原通过约瑟性命的保存，70个人嘛得到保存。所以当以色列人因看到12股的水泉，因大家知影讲12个支派，大家拢免冤家，大家人拢每一个支派拢总有一组的一股的水。70个人就是想到祖先雅各甲伊的子子孙孙对上帝创造互因的地来到埃及地伫遐生活。这70个人代表上帝保守每一个以色列人的性命，亲像这70丛的藻树，会当教野生活来使用，无互环境来限制，无因为环境来苦楚以色列人。所以数字的后壁有上帝恩典的记号，每一个数字的后壁是代表咱是上帝恩典的子子。所以咱的教会的每一个兄弟姊妹，你是迄个1/12，是上帝恩典的水泉的祝福。咱嘛是遐70丛藻树的其中一丛，你要诚做别人的祝福。敬听的兄弟姊妹，咱继续在向前在行的时阵，以后犹原有真侪人会来到咱的教会，伫遮得到好的款待。总是当咱努力在接待人的时阵，咱有一天是要努力将遮的伫上帝面头前交代伫伊的，是上帝呼召咱共同来做工。这兄弟姊妹，咱会当看到加尔文对伫教会兄弟姊妹的提醒，毋是努力在做遮个代志，是否定。这句话用翻译用北京话我来读。否定我们有任何功劳才是我们的功劳，因此没有功劳的人在上帝的审判台前才站立得住。意思是提出讲，咱认真在侍奉，伫遮个看会见的环境，伫看袂见的艰难内底，咱犹原认真在做工。伫上帝面头前有一天讲，上帝，这是你所赏赐互我的灾情。你赏赐互阮的教会，通做遮接待人的工，教育人、影响人的工。遮个功劳是上帝你通过耶稣基督救阮的功劳。阮遮个人只是领受恩典的人，阮所做无有啥物款的功劳，是上帝你会听，互这人教会会当祝福，祝福这个时代人，嘛祝福对香港来的人。遮个拢是上帝的恩典。这嘛是咱每一个改革中的基督徒所努力要显现以及所努力的目标。圣经含义伫过去的年日嘛是同款，虽然拄着疫情的灾难，总是个亲像在出埃及的经验同款。伫疫情的中间，受着真侪的苦楚。迄个苦楚就是课程无法度开，该做线上，但是线上就当时也无法度足深入的。所以减少来教育的人嘛，减少服务的对象，所以收入就有受影响。都是上帝犹原教育，互阮继续在拍拼，有拍拼的过程。无因为过去讲过去无好，毋是无好。上帝嘛通过安尼来锻炼，恢复上帝互咱的遮个形象，这是每一个基督徒咱共同在拍拼。耶稣讲，伫世间有苦难，总是伫伊内面有平安。伫外口街头有苦难，总是入来到咱这人教会有平安。有形的苦难，佫较需要通过无形的看袂见上帝的平安来祝福。愿上帝帮助咱，互咱这人教会继续拍开咱的门，接待每一个来到台北的人，得到上帝的话语，
嘛得到上帝的恩典。我要请同工替我播放一个3分钟的影片，互圣经下院，佮继续通过教会支持关系，做美好的事工。咱有2个影片是有分做台语甲华语，咱播放台语的吼。咱学院伫每一学期规划课程，甲邀请的讲师，拢用祈祷的心，毋茫借这诚侪传教者的利益，伫草原无形的牧师中，通过上课，互牧会生活更加有活力，重新互受呼召的心有热情，互咱的身躯甲心神伫灵修甲进修了后，得着更新，将课程这个目标带动去教会分享，互教会众兄弟。做伙成做依伫即个时代变做有活命的。上过课的传教者捌安尼讲，感谢上帝，圣经学院提供的课程，互教会传教者得到真好的资源甲帮助。咱听到这个话，是反映咱学院的课程，毋但有理论，也有实践。除了每学期斟酌规划互传教者在职进修以外，咱学院也有基督教灵性课程的规划甲教学，对咱的祖辈到地方教会拢有实质的帮助。另外，咱学院也借着艺术，成做灵性形成的管道。每年圣诞节，大多数教会拢尽心尽力在布置，总是较无注重受难日，也是过活节。咱圣经学院今年有特别设计一套对受难日到过活节的布置，互会友通过这艺术品产生对信仰的想象力，对受苦甲过活更加有灵性的意义。咱学院借着学办的课程，丰富真理的学习以及灵命的更新。70年前，对上帝来的听，感动美国、加拿大宣教师，阁有北美的教会兄弟牧会，接起做咱圣经学院。宣教师甲台湾的同工做伙做工，互校园成做神圣的空间，建筑物充满基督的盼味。咱学院全体会伫这个时代继续努力，亲像乳香的见证甲服侍。咱毋茫提供教会一个优质的教育场所，延续信仰的造就。虽然有受到疫情真大影响，又完无放弃每摆服侍机会。无论是教会或机构，需要同款的教育训练，就是提供圣徒组织敬拜的礼拜堂、团契小组办活动的空间，包括这甲大等等，拢会当达到咱学院的理想甲目标。我愿意献工、献时间、你献金，这是咱教会真水的传统。邀请你为着圣经学院来关心大道甲福建，多谢。真多谢。我最后分享2个物件。第一个是1960年的时阵，圣经学院对台北选去家己新竹，然后当时的宣教师对美国、加拿大宣教师去教授。后来几年前，阮甲遐个教授甲拆起来了后，发现伊的厝顶遐个茶是很好去做的。
后来阮甲遐新屋区的茶捡捡的，车做12架，有芳味的12架，有新屋区的茶的12架。所以我今日早即个来，对我家己来讲，这人教会捌保护过我，所以迄是有芳味的教会。我要用即个12架来送互咱的教会，也要请黄牧师，伊嘛是伫新海医的时阵读册，我拢做同工。第二个是，我有早差不多20本，这是最近，这是一本已经伫台湾已经差不多有27年、20年的时间吼。啊，这是一个40句金句，是一个迄个口袋书啦。啊，40句的金句，内底有灵修，啊嘛足好使用，已经发行10几万本啦。啊，所以我早几本啊，若同工摕了啊，还佫有需要的话，较通知圣教会，我才寄。啊，这边呢是特别有设计吼，用70周年，阮圣经学院顶个位70周年，啊，所以我有另外特别设计，所以伫即内底有灵修的小书，会当分享互大家。所以我用这2项来送互咱的牧师，啊嘛送互咱同工，嘛咱拢有台湾上香的喜乐气的香味，继续影响咱即个时代。如果你若有感动，为着圣家园大岛关心甲奉献，你会当使用这个奉献地。最后，我邀请大家，咱做伙来感谢。主，阮感谢你，你的恩典够也万用，你的话甲你的神同做工，运行伫阮的教会兄弟姊妹的中间。阮为着阮今仔日会当做伙领受你的话语，献上阿乐甲感恩。伫看会见的时代，阮需要互人看会见。上帝，你的疼心伫阮的兄弟姊妹的心上，互人会当看见着，阮有上帝你好怜悯、谦卑的心。愿恩典的主成做阮济南教会兄弟的帮赞。伫阮的生命内面，要互人看会见的是上帝你的平安甲喜乐，也会当伫阮的生活中间继续跑走伫上帝你所欢喜旨意的道路。为着今仔日阮的敬拜。愿兄弟同心做伙来侍奉，愿上帝你的疼继续充满伫阮的内底，甲阮三甲同工，继续保守阮的教会，伫即个时代，成做真理的光，互阮甲阮的牧者同工，做伙行踏伫上帝你所赏赐的恩典的日子，继续写上帝你宣告的历史，继续上帝你通过主耶稣基督救恩的历史，也帮助阮结出。活命的美娘是互人欣赏，搁较是正做即个时代干净。恳求上帝施恩赐福，互济南教会也赐福伫圣经学院，互阮同心伫台北甲伫新竹做要紧的工，就是正做上帝国的荣光。愿你赐福阮，保守阮。祈祷感恩，奉靠大人君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这是用圣诗来回应上帝的话。大概以圣诗476首，圣诗476首，全能至尊的神，请大家做伙起来唱。
请坐。下面公道的时间，请大家为着下面的3项事项来做伙祈祷。第一，为着后礼拜就是10月16号，咱中正改选互会召开。第二，为着建堂经费的奉献、人献甲借款的人领。第三，为着台湾国家的安全甲台地区的和平来祈祷，请大家做伙按下祈祷。请陈义轩一事来做结束的祈祷。请主上帝，阮伫遮向你来祈祷。虽然阮知影阮会欠缺需要，你拢会赏赐予阮，但是阮嘛是要出声来呼求。主啊，阮后礼拜16号要召开会员和会，求你赐予阮有智慧。阮要来做改选，互阮知影要安怎去选出合适的人来做同工。教会即马伫建筑方面，阁有一寡欠缺，经费的欠缺，我相信你拢知影。但是阮的心嘛是常常在惊吓不安。求你保守阮头前的路，替阮备办阮所需要的。嘛求你继续看过，无论是阮教会，还是圣经学院的需要。求你来纪念、来带路。台湾的安全嘛是交伫你的手内面，互阮知影有你的保护，阮未来头前的路会愈来愈好。嘛求你互阮有信心，对你为阮安排的路，互阮有智慧，知影要安怎去做，安怎去行。安尼祈祷拢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这是咱的奉献。请大家
迄个用红的诗做咱的祈祷。请大家先开酒步，会通知的厨房这个所在。首先，咱先来感谢今日圣经学院院长阮牧师来到咱的中间来带了真好的信息，所以咱做伙来拍拍来感谢伊。请大家继续为着圣经学院来祈祷甲奉献。即个今日是月定奉献主日，另外10月份的太早祈祷会，每个月第2个礼拜3的暗时，请大家做伙来参加。第三就是后礼拜10月16号，有咱教会的长职改选的舞会，有长老的选举甲职事的改选，请大家家己来看。另外，若是有请假的，请来办公室来请邱委员来请假。另外，就是长职改选前的舞会，请各团契甲生活队来改选会长。另外，就是今日甲后礼拜，因为长职改选的关系，所以咱的圣经学校2礼拜拢暂停上课，但是10月15号的韩语班照常来上课。另外，就是咱教会伫10月22号要到宜兰的全教会一日游的报名是伫今日来截止报名，请大家来东港来报名。另外，就是济南的讲堂伫10月23号下晡，咱有主题是还原历史路德的面貌，请大家来欢迎大家来参加。另外，就是为着张务宣告中心的改革基金，咱教会伫11月27号要由福禄番茄举办感恩的义卖会，请大家提供家己所珍惜物件来踊跃来，互大家来买吼。若是有要提供的，请来福禄番茄这个东港来联络。另外，就是美好卡食的绘本分享会，是伫10月20号伫教会小礼拜堂来举行。另外，团契消息、教界消息，请大家家己来看。即马请牧师来甲大家报告甲请安。伫遮来介绍咱中间的来宾。首先来介绍的是黄牧师的后生黄义利，来欢迎。过来介绍的是黄金城兄弟的妈妈甲姐姐，来请起立。黄五座甲黄丽仙，欢迎。过来介绍的是林德昌牧师、林德昌牧师，请起立。来介绍的是陈瑞云牧师，伫美国拿瑟勒教会，欢迎。咱也甲咱的兄弟彼此请安，愿上帝恩典，甲咱每一位三弟弟。咱三个人圣诗397首，愿上主祝福保护你，尤其刷请牧师来祝祷。
愿平安的主，互你的脚踏伫上帝所赏赐平安喜乐的道路。愿天父上帝无限的疼叹保守恁，互恁会当有基督的旁边。愿圣神的恩膏甲恁三甲地地，伫这个时代有上帝个干净，对这事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大家公平的礼表会，有需要代表会当留落来。